进前去互林母虐待死亡的查甫囡仔凯凯伊的亲生老母，因为去互通缉逃亡3年多。即马这个细老的老母，昨暗伫咧台中刷拉，互警方逮捕，改送去到新北地院嘛，互裁定羁押。你有关心你的小朋友吗？记者问伊拢无紧，头用三角面捂掉的，骹步正紧入去发现，这位姓刘的女子就是查甫囡仔凯凯生母，31暗时被改送新北地院归案。姓刘的女子29岁，2021年敢若是不满伊的查甫朋友另外交新的查某朋友。就招真侪人到因租税所在，甲这个查某约到厝内关4点钟，该虐待饲毒品。被害女子表示趁机会逃走报案，凯凯生母因此被警方逮捕，予新北地检署收押。案件起诉时阵，姓刘的女子巴肚已经有凯凯5个月，申请拒保停押核准，并且伫迄年的10月裁定3万块交保。验过伊囡仔生了所报到庭弃保逃走，和发现通缉，囡仔凯凯交予外妈带。你知道小朋友受到伤害吗？姓刘的生母伫咧告案了后，承认知影家己的亲生后生凯凯遭有着不幸，因故因为被通缉，拢唔敢出面。台北市警方经过散步，查出伊带伫咧新查甫朋友伫咧台中刷拉遐，因故甲伊最近被掠这个姓林的查甫朋友讲，唔知影伊是凯凯生母，也唔知影是通缉犯。警方除了将这位姓林的查甫朋友带回调查案情，也调查这个姓刘的生母走路的这段时间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甲伊斗相共逃亡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